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0月12日，看哪，我的耶稣在叫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32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刘小婷牧师也被称为老三，因为他在 Good TV 他有做了一个节目叫做老三公告。他讲的故事是有关于福音，有关于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他曾经这样讲过，说把信心建立在别人的见证上，那是危险的。好妙哦，因为他所服侍的 Good TV， 如果我们打开这个频道，我们可以听到非常多人的见证。但是刘小婷牧师禁不住要提出一个警告，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别人的见证上哦，那是危险的。怎么样的危险呢？从今天我们的路加福音第5章，其实就是来到了这位耶稣跟我们一样，有人像人一样从无助被生出来，一直在他的原生的家庭跟我们都一样被教育，然后从路加福音昨天前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长大成人之后，他开始出来服侍。他也经过圣灵的充满，经过了魔鬼的试探。他开始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一整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对，这些见证呢，哇，我们看到他先叫呼召，召就是叫他叫谁？叫门徒来跟随，在格尼沙勒湖边他先叫了第一批，呼召了第一批的门徒，然后这些门徒就跟着他来了，跟着他一起经历了接下来是神迹奇事洁净了长大麻风的，接着医治那个瘫痪没有办法动的，神竟然有这样的能力。还有继续呼召，继续叫那人家看不起的利未，那个税吏甚至于跟着这个利未到他的世界上，到他的这个沉沦的世界里，他仍然是要呼召。今天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耶稣他来，他呼召人来做什么？不只是跟随他而已，不只是他要这个结党把大家都叫过来组一个团队而已，不是。神在叫我们要悔改，因为他说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因为没有一个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的，他来是要叫罪人能够悔改。悔改就是先停止那恶的那罪的行为，然后转向这位耶稣，转向天父，转向拯救我们的，使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使我们愿意让将来耶稣替我们死，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救，使我们能够不沉沦在那罪恶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建造。所以我们的
被拯救跟建造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别人吃饱我就饱，别人被救我就被救，不会啊。我们的主任牧师尤牧师常常会说，爸爸妈妈吃饱，小孩不会因为这样就吃饱。爸爸妈妈成为神的儿女，他的小孩孙子不会因为这样就也得救。但神的心意确实他在叫我们要悔改，每一个人。所以耶稣到最后教我们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每一位回转归向神的，跟神的关系都是第一手，都是直系的亲属，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别人的见证，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啊。我们所经历的神，经验神，他确实会帮助我们有自信，甚至我们会对上帝有信心。但是我们可要小心哦，很有可能我们的自信也会阻碍我们信仰的信心。所以见证是帮助信心还是阻碍信心呢？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还是那句话，我们的信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语，那是有根有基的。神的灵要带领我们，我们要被神带领。昨天我们也讲，被圣灵充满，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成为自以为是，不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骄傲，好不好？我们接下来都会跟着耶稣去经历他在这世上工作，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们会不断的被神扩张，说哇哇哇！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就是扩张我们人的有限，因为这位神是无限的。正因为他有无限的爱，正因为他有无条件的爱，让我们惊喜啊！或许我们一开始遇见很多事，我们是惊吓。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知道彼得在当时候其实是被耶稣可以吓到的啊，但是他可以马上就回应说：“主，我跟你。”立即回应。那么我们立即回应，要把我们旧的人要换掉，换成完全新的。因为在今天的章节经文里面也引用犹太人这个习惯用这个羊皮袋来盛装这个可以喝的东西液体的，但是皮带旧了以后很容易失去弹性张力，所以如果我们用旧的皮带要装那个刚刚酿好的新的酒，那个发酵期是非常的旺盛的，那个力量非常大，所以很难承受那个压力，所以那个旧的皮带它会破掉哇，那这个就是可惜了哈，新的酒掉出来也破掉，那这个袋子也破掉，太可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了神的新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完全的换一个脑袋我们说常常说人这个换了一个未知的那个就换了一个脑袋，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换成神儿女的这个脑袋，不要再用旧的脑袋。再用旧的脑袋，我们就会跟那些法利赛人犯同样的错，太可惜太可惜了。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跟信念当中把它完全放掉，因为我们要重新经历那个新的事。奇妙新的事就是圣灵所带来给我们新的酒，新的恩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神的 DNA， 不要再走过去的回头路。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见证成为我们阻碍我们信心的这种阻碍。
我们倒是要让我们所经验经历到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信心的。那么怎么做？就是主啊，我要穿上你给我的新衣。主啊，我的脑袋，愿我的脑袋成为一个新的脑袋。主啊，我换了这个身份，就是神你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不要再想旧的思维。主啊，愿我都把这些旧的都丢掉，而完全换成新的。我要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你每天给我你的话语上。或许这些话语是我眼睛未曾看到，但主啊，这就是信心，从你的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信心要从你而来长出来的，这才是新的皮带。我们要装上主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恩膏，圣灵要成就一切新的事情，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默想，神今天叫我们跟他同行，就像我们看到彼得跟耶稣的这些门徒，神是怎么挑选他们跟他同行的？谁可以符合成为神的同行者呢？神今天叫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吗？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所原来有的完全新的可能要适应期，确实是要适应，但我们愿意放下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新的身份，就是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主，我们要脱去这个旧的人，我们换上你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新的脑袋。主啊，这个 DNA 主啊是属神的，我们要领受主你的圣灵恩膏充满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主，我们用你的法则，属神的法则，主啊，以你说了算，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完全的换成新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过新的生命，有新的脑袋，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往前做新的事，成为新的祝福。我们明天见。